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3月9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轾、胡威，还有胡锡进老师。关于胡适，我们先看一个新闻，这是中证报报道，证监会处罚委的罗卫他说要打击割韭菜的操纵市场行为，惩处偷钱财的内幕交易行为，真正让投资者愿意来留得住。全国政协委员、证监会处罚委办公室一级巡视员罗卫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证监会为保证资本市场有序发展，必须依法履行监管职责，对那些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，必须严惩不贷。特定情形下，个别投资者对证监会的监管执法会存在一些误解，认为严厉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行为会影响市场活力，比如认为打击操纵市场、内幕交易可能抑制市场交易的活跃度，认为严厉惩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、信息披露违法，可能制造更多利空信息，造成个股波动甚至退市。我们理解上述观点有失偏颇。如果说市场力量给资本市场带来生机活力，那么监管的力量则让资本市场秩序有度，而一个成熟发达的资本市场应当活力与秩序兼备。罗卫表示，规范有序的市场生态是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保障。从长远看，整体看，打击割韭菜的操纵市场行为，惩处偷钱财的内幕交易行为，严惩做假账、说假话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，追责中介机构不履行看门人的职责的失职行为等，有利于从根本上重塑资本市场的生态，扭转公众公司不公、懂事不懂事、私募不私等乱象，提升资本市场诚信水平。一个让广大投资者具有安全感的资本市场，才能真正让投资者愿意来留得住。严厉监管的目的是强本强基，唯有寓监管于活力之中，建秩序于活力之上，资本市场方能在动态平衡中行稳致远，为长线长投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。证监会处罚委罗卫说的这个话，只能让人感觉到一股悲凉。这是一个奇葩市场所特有的一个现象，也就是监管部门要严监管。先别说他能不能做得到，他说什么打击割韭菜、惩处偷钱财，让投资者愿意来留得下，这种美好的愿景，这个本来是一个市场监管该干的事，结果居然还有金融消费者有这个怨言，认为你监管部门这么严厉监管，导致整个市场没有了活跃度，死气沉沉。你打击游资，打击那些庄股，你打击那些炒作，实际上是让市场没有了活跃性，打击了市场做多的积极性。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人？这就叫投鼠忌器。所以我一直坚定的认为，这些胡适、这些金融消费者、这些散户如果不被消灭，胡适走不好。实际上现在应该加大这种量化基金，什么做空融券，把这些散户全部割完，让散户知难而退，知道自己不是这个料，你退出完了之后，你把钱交给那些机构。当然了，这个机构不是咱们现在这些所谓的公募私募这种道德水准，拿着别人的钱为自己谋利。第一步要把市场的散户的赶出去，留下的恐怕还有30%的散户，那是真正的他的投资理念、他的能力、他的这种风格恐怕不比那些机构差。你看正因为这些赌徒，这些人不是投资者，他是赌徒，他连股市是什么他不知道，他只听别人说网上有人炒股赚钱了。你说现在是牛市，就像去年10月1号之后10月8号这7天里面，很多人在那鼓动，什么经济学家说开盘即收盘，牛市来了。很多人根本对股市不了解，就跑去开户借钱，把这些钱拿去往里炒。这些人赔钱是应该的，如果这些人不赔钱，那你是提倡一个什么样的风气？赔了钱他就埋怨监管太严，监管完了之后还跟大家解释，我们必须这么管，不这么管不行，对吧？你做多的力量对市场有用，我们这个秩序恢复秩序对市场也有用。所以归根结底，首先是你这个市场这参与的这些人本质上都是赌徒。所以我一听到什么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，我就知道要坏事。这些中小投资者实际上他不是什么中小投资者，他是中小赌客。赌徒你保护他干什么？你又想赚赌徒的钱，别说赌徒的保护，
这个既要又要。所以说监管部门严监管没毛病啊，要罚的倾家荡产，严厉打击这种操纵市场、虚假陈述这些，还有中介机构配合做假账。有的上市公司故意放假消息，你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皮鞋油的，他生产皮鞋油，他声称的说自己搞光刻胶，你说这样的公司你不把他罚退市能行吗？明明自己是个印刷厂，印刷刊物的，非说自己是什么算力。但是这些消息有可能是公司自己放的，也有可能是那游资操纵市场，他放这样的消息，那些赌徒就喜欢这样的消息，这些所谓的中小投资者被套了。还有的，你比如东方集团，证监会已经立案调查，就说明这公司有问题了，公告也发了，还有大量的散户进去炒什么呢？他就赌这家公司万一活过来了，这家公司万一一调查完没问题呢，这股价就得暴涨，他就赌这种。结果半年以后正式调查结果出来，连续3年做假账，要进一步追究刑事责任。这个时候东方集团它有强制退市的可能了，现在就咣当跌停。好，这13万这散户就在里面哭爹喊娘的，这些赌徒就开始呼吁要赔偿，谁给你赔呢？你这不是活该吗？一家上市公司被证监会通知它有问题，现在立案调查，居然通知以后就公告以后，它的换手率达到了400%，也就是说一批老的这些投资者跑了，进来的都是赌徒。还是监管只是从本身的职责出发，打击割韭菜，打击偷钱财、操纵股价，还是打击操纵市场？这个还是打击这些参与市场交易的这些人，还不是根本是上市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的参与者主要的一方。这资本市场好坏主要取决于上市公司的质量，但是我们看到上市公司都是欺诈上市、造假、虚假陈述，这个也在严厉打击范围之内。大家记得吧？2024年大概3月份还是4月份，突然传出说大概有几百家上市公司要退市，要应退尽退，有媒体放风，结果这个专家还有这些散户、这些赌徒又开始哭爹喊娘，倒逼监管部门。你想这么多上市公司退市，那得有多少人血本无归，多少赌徒退市了，那就相当于清零，搞得监管部门出来辟谣，说什么暂停不等于退市，调查不等于退市等等。你就看到这个市场是一股什么力量在操纵。所以说这什么样的土壤玩什么游戏，咱们这种土壤恐怕确实要玩美国资本市场那一套也挺难，你只能把这散户给他处理掉，让他通过机构来参与资本市场。所以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种奇特的现象，监管严监管打击这些违法犯罪，而散户却为这些违法犯罪在叫屈，希望监管手下留情。你说这是什么世道？这些违法犯罪坑害的就是这些散户的权益，散户却让这个监管手下留情，理解不了。我们再看这个春节到现在火得不行的哪吒2，这个哪吒2的爆火带火了哪个？带火了光线传媒。我在节目介绍过，这个光线传媒股价翻了几倍，我也提示过风险。这种靠一个单品突然爆火，这家上市公司它股价已经过头了，最高涨到42块，现在好像只有32吧，22，差不多腰斩。你说这个套住了多少金融消费者？有多少人在40块钱往里冲？很多人都是因为哪吒2这个电影才知道这家公司干什么的，有什么特点，他根本不知道，往里冲。不过光线传媒人家是赚到钱了，他要花12亿在北京买楼，这是扎扎实实赚到钱了，通过哪吒2票房。但是金融消费者又为哪吒2贡献了这个不知道多少张电影票，这些在光线传媒站岗的金融消费者也不要灰心，你天天就烧香，等着什么时候咱们出来哪吒3你就赌，你要相信一定会出哪吒3的，明年最迟后年咱们在这个动画片这电影这一块一定会遥遥领先。所以不要急不要慌，就套在那儿不要动，有钱就补仓你就赌哪吒3，说不定真出个哪吒3勇夺咱们人类有史以来电影的票房冠军，那个时候你就不是山顶资本，你就变成耐心资本，你现在叫山顶资本。我们再看一下2月份的经济数据。第一财经日报报道，国家统计局3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月份居民消费
价格指数就是 CPI 啊，环比下降0.2%，同比下降0.7%。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？同环比都在下降。当然了，有专家有人把它解读成说这个春节错位了。2024年的春节是在2月份，今年的春节是在1月份，所以总之错位导致同比环比都不对。实际上啊，没什么好狡辩的，同比环比都告诉大家，现在是通缩，哪有什么通胀？那些造谣就是制造焦虑，说要通胀要放水，你的存款要贬值了，怎么2025年现在已经3月份了，还没看到通胀呢？水还没放下来是吗？你倒是放，这就是通缩，就没有必要这个忌讳。这种数据反而跟大家的体感对上了，因为大家确实2025年开年就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啊。还工业生产者出产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.1%，同比下降2.2%。你看看 PPI 也是同环比都在下降，双下降。CPI、PPI 同比环比都在下降。但是我们感受到的是，从过年开始，是不是一股暖风在吹？又是什么科技，又是经济向好？怎么解释 CPI、PPI 双同环比的下降？拿一个春节来解释，明年干脆别过春节了，春节不放假，免得有干扰。但是不要紧，虽然双在下降，我们高质量的部分在增长，下降的是低质量的部分。这个辩证法大家要掌握。你看，说从结构看，一些领域价格显现积极变化。你看，高质量的部分在涨了。说 CPI 中，部分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稳中有涨 ，PPI 降幅有所收窄，当前物价温和回升的态势没有改变。你看看，就问你服不服，对吧 ？CPI 同环比都下降，完了告诉你，当前物价温和回升的态势没有改变，那恐怕就是电价或者是天然气的价格，或者汽油的价格。从春节影响的类别看，食品价格同比下降3.3%，影响 CPI 同比下降约0.6个百分点，占 CPI 总降幅80%多，是带动 CPI 由涨转降的主要因素。飞机票和旅游价格同比分别下降22.6%和9.6%，合计影响 CPI 同比下降约0.27个百分点。出行、旅游和机票，人恐怕多了，但是价格在下降。再说了，你要是好像这半拉是在1月份呢，还有半拉是在2月份呢，影响能有那么大吗？这专家他解释非常有意思，他说2月份 CPI 同比由涨转降，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原因：一是春节错月导致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，那可以啊，这么解释咱们理解就是2024年2月份是春节，2025年只是1月春节，后面有半拉在2月份。说你因为2024年基数高，所以我们2025年比2024年受春节因素影响下降，同比下降。那按这么说的，那环比应该增长的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原因，终于找到了。他说2月份全国雨雪冰冻天气较少，而上年同期部分地区出现2轮雨雪冰冻天气，对农业生产和运输生产产生较大影响。2月份鲜菜价格同比下降12.6%，影响 CPI 同比下降约0.31个百分点。这个我记得，一旦下雨下雪，天气恶劣，菜是要涨价的。怎么这样一下雨下雪，菜还降了呢？不过不要紧，总之啊，他解释就是这个，我觉得还没有人民日报解释的合理。人民日报直接解释，你下降的都是低质量的，上涨的都是高质量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稳中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。通缩这是最要命的。PPI 也在下降，价格下降导致什么呢？导致企业没有利润可赚，企业还得生产，因为它产能还在，它不能停产。企业不赚钱，企业就要裁员，有的企业扛不下去就倒闭，一倒闭失业的就增多，失业一增多，大家更得勒紧裤腰带，更不去买。你看，这就是恶性循环。美国是在治理通胀，咱们是在跟通缩较劲。不过我真心有个建议，如果春节这么捣乱，不如把春节取消掉。要么就放1天假，这样就不乱了。那在这种形势下，对于我们的股市有没有影响？股市它虽然不是经济的晴雨表，但是利好影响不老大，利空一定会影响。
在这种形势下，你说胡适还要走牛，怎么走牛？大家勒紧裤腰带，让胡适走牛是吗？对吧？也不具备这种条件。3月份，这个特不靠谱，跟咱们加了关税，咱们也反击他，贸易战正式开打。大家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？通缩会不会加剧？昨天节目咱们也说了，沃尔玛它的很多供应商都是中国的，他要求中国的供应商这个成本报价降低10%，也就是说，特朗普的关税通过沃尔玛的操作，他要转嫁到中国的供应商来承担。那中国的供应商他就面临两难嘛，你可以硬气一点，我就是不降价，你爱要不要，可以，或者你说行，我少赚一点，或者我不赚，我把这做完也可以。总之你要同意，你的利润基本上就压没了；你要不同意，那就面临着没有生意，就跟沃尔玛的合作恐怕就结束了，是不是两难？那不管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，最终是不是中国的企业都要受损？这个好理解吧？所以说贸易战没有赢家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通缩恐怕只能加剧。我们再看看咱们的胡锡进老师，这胡锡进老师今天他虽然一如既往的还在提俄爹洗洗地、叫屈，但是今天显然他开始转移方向了。他说老胡今天看到一个最牛的回答，太绝了。特朗普竞选期间表示自己单选后将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。周四，美国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在一个论坛上被要求对此做出解释，他的回答堪称语惊四座。他说总统是说过能在24小时内结束战争，可他没说是哪一年哪一天。胡锡进最后评价说，他说实在是高。咱们在俄乌战争那个节目里面也说过了啊，凯洛格说这个的时候他对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这个24小时也没说从哪一天开始算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笑，那显示你看看你们都好傻，懂王的话你也信。胡锡进老师说牛，实在是牛。我也不知道胡锡进老师他是真的是觉得人家回答的好，他是讽刺人家。凯洛格说这种话，那在胡锡进面前，按理来说，我比较从一个公正的角度来评价，那凯洛格在胡锡进面前那还是个学生呢。不要看凯洛格年纪大，对吧？对这种睁着眼睛就说瞎话。胡锡进老师怎么好像搞得跟那个傻白甜一样的呢？看到凯洛格说这种话，他说高，实在是高。翻看胡锡进老师的微博，那都是高，哪个地方不高，哪个地方不牛？雕盘。如果把凯洛格说24小时这个他是帮特朗普雕盘，那你说他这个雕盘水平是不是比胡锡进老师要稍微差那么一点？学胡锡进老师学的形似，但是神不似，多多少少有点牵强附会，有点叫东施效颦，对吧？没有学到胡锡进老师那个精髓，所以他雕的就比较生硬。他说没有，也没说从哪天开始。实际上按胡锡进老师这个水平来回答，那胡锡进老师肯定对吧？24小时是一种修辞手法，形容比较快，或者形容大家希望和平的决心比较迫切。你看看这么一解释，是不是比凯洛格那种说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是不是要强得多啊？所以说玩这种文字游戏，美国人照老胡那还差远了，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。这一块咱们完全可以自豪的说，叫文字游戏这个领域咱们叫亲产式遥遥领先。这个是对得起维欧老师这句话的，绝对亲产，好自为之，不吃这一套，一派胡言。你看看，我跟你哪个词都够这些美国人学一辈子，关键还得活学活用。胡锡进后面他又发了一个微博说今天哪都人多，老胡中午晚上都在外面吃饭，等位非常普遍，停车也困难。后来才发现原来今天是38妇女节，又赶上个星期六，商家们促销积极，女生们出行消费同样活跃。我感觉今天的热闹程度比2月14号那天高多了。老胡祝女生们节日快乐，也为了今天形成消费小高潮高兴。就这一点我还是佩服胡锡进老师，他能通过38妇女节出去吃饭，他就能联想到这种斗争，他这斗争的对敌斗争的思想从来没有放松过。哪怕是过节，38妇女节人多一点，他就马上就联想到2月14号那个节，那天没人。你说这两个是不是风牛马不相及？但是胡锡进老师能把他们串到一起，然后找到自信心，找到自豪感，又是亲产式遥遥领先。无非就是说咱们中国本土的节打败了洋节，
无非就是说这3·8妇女节打败了情人节，他就想表达这种，这个确实有点这个，你要说意淫也不为过。再说了，你说3·8妇女节，胡一静老师他跑出去干啥？一个退休的土埋了半截的糟老头子，女神节跑出去干啥？跟谁吃饭？搞人体摄影是吧？为老不尊呐，出去搞一个人体摄影，吃个饭，他能感到自豪感，这个确实，这个浑身都是敏感点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